好，大家南无阿弥陀佛。我希望透过佛法让大家健康，希望透过佛法让大家平平安安、无灾无难。师父很期待，我非常的盼望。但是我们要了解病从哪里来，病是从心里面出来的哦，心里面出来。我们有一句话说，没有治不好的病。因为你害怕，因为你悲观，所以才让你走向绝望的地步哦，一定要明白哦。因为我们心不健康嘛，经常悲观，看到什么事情就害怕，提心吊胆。所以呢，因为这样一个阴影把我们整个的灵视就笼罩住了。所以我们每一次是处在一个很黑暗的那种心境里面。所以造成我们做什么病都没办法好。以前呢，我经常讲这些公案呢给我们的信徒听。如果你心一旦转念，你的病马上就能够得到改善。如果你的心没有好好去处理不乐观、不开朗，每天总认为自己有病，那个医生再高明的医生都没有办法挽救你的。因为你心太软弱了，所以我们心一定要健康哦，心一定要正常哦。如果这样子的话，病就不会找上门，你永远都健康。师父希望这是佛告诉我们的，心如果健康，一切才会健康。希望大家从这个地方下手祝福大家能够平安、健康、幸福、快乐。南无阿弥陀佛。